全台湾的邮局7月15开始发放着3倍券，就算拄着拜六嘛加班，互民众方便。这个8月初1拜六，邮局嘛咧规划要过来加班，也毋过算算咧，为7月15到31半个月时间，这个邮局加班应付3倍券，就要加开1亿的加班费。所以邮政工会来呼吁，8月初1唔通过来加班咯，唔通互员工超时工作。讲其实吼。平常日的下晡，拢会当轻松就买到3倍券。9点准时领，你手机里内底休困。为着这上大的购物节，全台湾1299间的邮局万外位的员工拜六嘛要上班，无因试查，发予民众水还有归信，法官嘛要卡手正马。原本是规划讲2个拜六加班，即马有消息讲中华邮政想要搁加1天，8月初1拜六嘛要加班。工会挡袂调啊，讲敢会当互员工休困一下。算起来，一个人大概要加班13个小时。各地邮局都在反映，希望8月1号不要再继续开了。我也希望公司真的是要听听同仁的心声哈。现在礼拜一到礼拜5到下午时间，几乎都没有人在领。7月15到7月底，邮局敢若是加班应付3倍券，就要差不多开1亿的加班费。8月初1加班到底是有必要无？要看销售的数据才会知影。对第一天发放未超过70万份，第二天冲到86万份，18号拜六加班更加是接近100万份，但是拜一敢若只有73万份，目前已经卖413万份，全台湾剩3成的人无领。如果这个秩序良好，也有这个需求哈，当然我有请中华邮政公司在评估啊，能够再延长1个周末。8月初1邮局敢会加班，就要看25号这个拜六领券的人数敢会搁爆量。